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3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对家人逃走出去杀人未遂世间的犯人，逃亡4天了后，昨总算伫新庄抓到人，移送归案。大量济群攻击事件，相关依照杀人未遂上班，欢迎认定伊犯案的时心地正常，裁定羁押。大清队做总统才第4天，就个宣布讲，这2天要围台军检，讲就是要来挺解台独势力。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对家人逃走出去的这世间的监护处份人。昨警察总算伫咧新庄抓到人，不过外界是咧质疑讲，家人警察伫咧人走去了后，煞无第一时间就通报给台北甲新北，将警方今日嘛尾称讲，因为病院嘛无随通报。这几天有伤害别人吗？面对提问，点点无讲话。这个姓干的查甫人为家人病院脱逃了后，逃亡第4天，要伫新北市新庄靠做线工为生。日暗时7点半出外倒粪扫，当场互人查到。简姓男子涉及脱逃罪部分，基隆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中。若发现有人为涉及故意或帮助脱逃，本署亦会全力侦办。落网的性干嫌犯犯杀人未遂罪，互人判刑定案，受监护处分。工作挡袂牢病院的环境，唔再逃走。伫案发迄天，就走到台北市，隔天走到新北。啊，不过家人警方过几落天才陆续通报湘北，行踪的掌握有去前沿，办案是不是出问题了？医院快5个小时后才通报我们警方，办案这个进度有误差。医院的通报有速度缓慢的问题。那这一点我们感到抱歉，也交代了卫生局要把所有的事实调查清楚。原来为病院开始，院方就延误通报，晚5点钟，警方才动员，唔那通报慢一步。查某人到三冠市真侪街走入巷仔路，变装换衫熄灯点，警方嘛点出伊乌白走的逃亡路线，和查缉的难度大大增加。你从画面中不容易判断出他到底的走向的方向跟模式啦，所以说我才说，我们这次专案小组到我们昨天结束要破的时候，我们连水都舍不得喝。新北警力赶急动员，靠沿岸小队立大功，加时间走小日，预判可能的逃亡路线，总算抓到人。这个查某人抓到，会解送高雄凯旋病院，接受较高强度的戒护监护处分。这个惊人的意外，早总算落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一群攻击事件，涉案的嫌犯即马是依照杀人未遂定罪上班，法院认定伊犯案的时心智是正常的，已经裁定羁押。也针对于犯案的动机，警方判定应该是随机犯案。伫咧台中捷运亚刀啊，乌白扑来姓洪的嫌犯，互警方依照杀人未遂等等的罪嫌来移送。经过检方复审了后，认定伊犯案的时阵，甲犯案了后，拢心智正常，而且有可能会搁再犯，所以向法院来申请羁押。台中地方法院审问了后，裁定羁押，无禁止接见还是通信。有逃亡之余，另一被告于犯案过程中随机杀人行为，亦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权衡本案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本院法官认确有羁押之必要。检方指出，比对相关的事情，就医甲用药的记录，佮考虑到嫌犯是事先就甲刀啊买好，早去台中大旅馆等等的行为，佮再加上嫌犯伫咧对答的时阵，拢袂讲话无对同，所以认定伊犯案的时阵心智正常。因若受押伫咧看守所的头一天，所方表示嫌犯的情绪无稳定，嘛无啥愿意配合。譬如说要做身体检查，他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检查这样子，所以等于说在整个一下子就引起情绪上的一个抗拒，那当然就会有比较多的不作为。
针对有风声咧传讲嫌犯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才会选伫咧台中犯案，希望会当引起关注。台中市警察局长李文忠伫咧议会质询的时阵，嘛搁再强调嫌犯是随机犯案。根据6分局讯问的结果，并没有所谓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啊，没有这个部分，没有这一方面的因素。它是随机，是随机。 它是随意的挑选，是。因啊，2个去互嫌犯抬着伤的民众，目前拢住伫咧一般的病房，状况拢正稳定，正咧恢复当中。伤口没有感染，那最主要的是目前是伤口疼痛。疼痛的话，目前就是用止痛药来帮助他们减缓疼痛。一切目前伤势是稳定恢复中。院方表示，28岁姓柯的查甫人主要是伤着面，恢复的状况是真好。另外一位17岁姓卢的查某囡仔，按算爱1礼拜后才会当评估，敢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赖清德做总统才第4天，中国就掠挺介台独做理由，宣布这2天要为难台湾军演。咱广播嘛表示遗憾。 表明讲以实际行动来守护自由民主，保卫中华民国的主权。中国海警14607、14509疑似出我方限制水域。海巡伫东引乌丘拢掌控着中国海警船进入限制水域，需实施赶走。这是中国海警船5月第7届故意航入咱国离岛水域，挑战的意思正重。 总统赖清德5日控早拄就职，中国无顾美方的要求，也是升悬台海紧张局势。共军东部战区以电解台独的名义，宣布23、24伫台湾周围展开联合利剑2024 A 军演。中国海警是伫乌丘甲东引附近海域进行执法演练，威吓台湾。对于这种不理性的挑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国防部表达遗憾。 国军已经依照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检派海空以及地面兵力应对。很遗憾看到中国单边的军事挑衅行为，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跟区域的和平稳定现况。总统府一贯的立场是维持区域和平稳定，这是两岸共同的目标跟责任。 国防部讲，已经加强区域联防甲营区安全防护来应对。 航港局是表示，会适时发布航船报告，维护航行安全。哪位陈玉珍认为，共军行动就是象征赖总统的就职演讲。立委陈佩荣是讲，中国毋若用军演施加压力，就连台湾国会的冲突嘛拢伫因的计划内。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发布这个联合军演里头，实际上有比较强调的一点是说，对给外部势力看，所以外部势力就是当然就是美国哈，中美这个过程中的美国了哈，给美国政府看。从2月一直到现在的作为，不管是他们的法律权限的一个扩张，金门的一个事件，然后一直到他散播假消息，还有一直到现在就是国会的一个抗争，其实都是在中国的算盘里面。专家分析。 甲较早的环台军演无共，共军这届是采取围困台湾的军演，要孤立台湾本岛甲外岛中间的援助，而且5日控到即马才3天，因都准备完成宣布实施军演施加压力，显示共军想要凸显执政力，而且无排除后续原来甲类似的军演常态化。外岛没有办法应援他。 那台湾也没有办法由外岛来应援台湾，把花莲牵制住之后，他没有办法对所有的台湾其他地区做支援作战。由围台军演转为困台军演，就是情势比以前要来得更高涨。专家示警，共军真有可能会为基南绕台转变做伫台海附近的真接军演，让台湾放下戒心。咱爱更加注意，共军未来可能会采取由演转进这种快速打击的方式，快速夺台。 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立法院明仔就要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国民党是昨就守在议场，也针对已经立法通过总统报告爱随问随应，民进党是拍算提出释宪。总调郭建明嘛表示，总统赖清德会伫咧合法合宪的状况之下做国情报告，会尊重总统最后的决定。所以国会的听证调查其实是。 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有。备战立法院拜5国会改革大战第3回合，国民党团总调鲍昆萁甲蒋南伟拜3暗时各到议场前排队轮班，抢议案的议程排案。
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23透早往那到场关心。委员会加入国民党的那个一起轮班嘛，因为又为了明天。我们可能党团要先讨论一下。进前南北党团提案，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需要随问随答，已经二读表决通过。不过，和民进党团质疑讲是违宪。总调郭建明前一天受访的时阵表示，说来会对法案提出改写宪法。合宪进前检判赖清德是未到立法院国情报告，所以也引起在野党的批评。这说假的呢？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对在野党摆出一副这么高傲、骄傲的一个态度，朝野怎么可以和解？到目前为止，他所回应只有一种，只有在合法合宪底下。他一定会乐意来，我不能代表赖总统回答任何问题，但是我相信赖总统他是宪法守护神，他自有他的判断与抉择。郭建明指出，赖清德一向强调合法合宪都会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尊重赖总统最后的决定。但是拜五立法院是面临大车拼，进前集合抗议，国会南权的民团也已经申请落权。不过顶一届议场甲立法院四周围出现不少警察，立法院长韩国瑜也互人质疑敢会动用警察权力。外界可能有点误会了，那个是会场。这个检察院动用是不能影响到委员行使职权，那职权的行使里面的一个概念是这样的。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指出，警察行使权力是警察的职权，国会议长动用警察权是一种概念，无相关法源，家己嘛无同意动用。记者综合报道。新的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是头一届主持行政院会，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北市长周万安拢有来。侯友宜是呼吁中央重视人权分配，周万安是针对403的地档，40栋的校舍要定期望中央补助。台北市未来我们每年会拨40亿来加速整个校舍改建，但是改建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以及远远无法应对可能随时来的大地震，所以我们很希望行政院可以每一年专案补助的方式，来给予经费的挹注。因为今年的报告刚好是在谈经济的发展跟策略，所以就这个议题，我提出了希望中央对整个能源的政策要务实可行，在能源配比上一定要让能源安全、供电无虞，让我们全民能够安心以外，也能够让产业能够蓬勃发展。另外一方面，周万安嘛，搁再表示，台北市的市场改款的经费嘛，需要中央协助。过来台北捷运因为电池起价，一年要加开9亿，嘛希望中央来补助。讲到外界拢真看到讲劳保基金会破产，新的劳动部长何培山今嘛搁再表明，讲只要有政府伫咧。这劳保都袂倒，嘛强调讲，这劳保基金政府目前拢有咧补，劳保年金的改革嘛一直有咧做。劳保基金当时的改革，各界拢真关注，因为这条基金伫2028年就会用了。新的劳动部长何培山23头一届去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报告甲备询，针对劳团建议甲报补入法，伊强调讲，这已经做4年啊。今嘛劳保财务相对稳定，无破产的问题。对劳保进行挹注跟拨补，这就是我们所谓拨补入法中的政府负最终支付责任的改革，也已经这样做4年了。现在劳保基金水位来到新高，9941亿。立委质询的时阵，何培山强调讲，会持续稳定劳保的财务，加做第一要紧施政的工课。嘛强调讲，一定会持续拨补，以未比用过拨补的金额1200亿较低为原则。不过立委批评讲，拨补敢若是治标无治本。跟委员报告，就是拨补就是改革。部长必须纠正你一下，拨补不是改革。好，如果拨补是改革的话，我觉得军公教就用拨补就好了。拨补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何培山捌做行政院副秘书长，行政院2届修劳基法，去劳团看到是2届修法，而且是愈修愈倒退。立委嘛提出质疑。我相信劳工仍然是你心中最软的一块啦，并没有修恶，我们只是让它有弹性。
经过修法后，它现在已经运作6年了，事实上也运作得很好。那么我们的经济到现在才可以这么创新高。那边立委拢出招，另外立委是希望何培山在推动中高龄甲妇女2度就业，会当更加积极咧。何培山强调讲，会持续推动家庭照顾留职停薪、甲育婴留职停薪等等的政策，消透因的压力，或者培劳动力会当重新进入工课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中，是有民众出面指控，讲有一对生出来翁仔某，骗人讲因是市政府的首相，要招人投资殡仪馆的建设。民政局是表示，殡仪馆拢是公家咧办、公家经营，呼吁民众得千万莫互骗去。一份殡仪馆 BOT 案的合约，佮加上土地成本，陈小姐出面指控，一对经营时来装修公司的蔡氏翁仔某，自称是承揽几落件台中市殡仪馆纳骨塔标案的包商。2020年间提出相关的文件招揽投资，而且标注有保密条款。陈小姐陆续投入900多万块，一直到对方联络袂到，向台中市府查证，才发现欺骗。西屯区的 BOT 案给我一个合约，那因为起头为什么109年到现在才会东窗事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签的那份合约里面就是写有保密条款，并且它有那个黑道的背景，所以我们变成不敢说。陈小姐向民代求助，才发现另外有5名受害人，其中张先是指控蔡氏翁仔某欺骗会当投资台中的纳骨塔，结果伪造张先是的印鉴证明，互家己的15笔土地甲3个建物，拢向转移到别人的名下，起名价值将近4亿。15笔土地跟三个建物都是在别人的名下，这些出售出去的价金，张姓被害人是最后都没有拿到，完全没有拿到。那这个当然显然是一个诈骗案啊。台中市民政局表示，4位殡仪馆拢是公办公营，无 BOT 案。蔡氏翁仔某经营的时来装修公司，确实有承揽过标案，但是这间公司的负责人已经换做别人。台中市的4个殡仪馆，也就是我们的东海，那还有我们的东市，还有我们的大甲以及崇德相关的殡葬事业都没有委托这个 BOT 案，那目前都是公办公营的方式来办理。装修公司电话是空号，蔡氏翁仔某已经换手机号码找袂到人，控诉民众拢已经报案提起诉讼，希望讨回公道，也呼吁其他受害者出面检举。市府是强调，后续的厘清整个事件，假以市府的名义行骗，民众会使打电话确认。记者台中报道。今仔汤市政府目前有咧公告变更大溪部顶主要计划案的详细。刷去机关发现讲，内底有甲民众的土地甲个人资料拢总公开出来。市府是紧出面回释咧，嘛讲会追究责任，处分相关人员。交通部推动国道3号增加桃园八条交流道工程计划，市府配合伫网络顶悬公告变更大溪部顶主要计划案甲细部的计划案，互机关发现竟然出现民众土地成本者的个人资料，包含名字、身份证字号、地址者重要个资全部外泄。他们既然这样做了，我们没有办法。对吧？当然，我们现在心里很害怕，这种诈骗集团啊，什么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会找到身上。现在也可以出去啦，当然担心有什么用？我问你，担心也没有用啊。就政府没有办法替我们把关啊，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啊。就算我们自己善良老百姓倒霉啊。议员批评变更都市计划有公益加私利的考虑，尤其诈骗集团抢讲这么重要的个资，竟然用在网络顶悬看到，难保无被不肖分子锁定，都发叫行政疏失，后续会追究行政责任和处罚。在这边呢，还是要求市政府要以此案为戒，彻查各局处还有多少隐形的个案泄露，也立即的将相关的资料撤下，更新为正确的一个版本。那为了避免要类似的情形再次的一个发生，那么都市发展局已经就这个相关的一个流程作业重新的再做一个检讨。针对政府泄露民众的个资，都发局表示，供电抓本资料拢正确而且稳备，电子档案在上传过程确实有疏失，已经进行检讨，会建立更加完整的督促机制，对申请单位提出的资料，会搁进行重复检视，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宜兰收容所，讲有一个已经退休的科员，和检方查到讲有咧协助内底送现金，家己接受过手的这种乌西钱。目前这个科员嘛去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宜兰收容所告表出收钱案件，这3岁大退休的姓大科员，和检方查出涉嫌协助收容人带现金、佮收钱，不法所得，爱去调查。检方查回切人，佮以违反贪腐治罪条例成压姓大前科员，法院裁准其他6人请回。那本案经检察官复讯后，认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所犯为最轻本行为5年以上之重罪，并有串证、逃亡以及湮灭证据之余，有羁押之必要。检察官当庭逮捕被告，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不是伊第一摆犯案，伊伫2012年做移民署桃园专勤队专员的时阵，趁清点1年顿，头2工20万，被判6个月。这摆检方伫调查去年宜兰收容所3个保全人员涉嫌收钱带现金的案件时阵，才查出涉案，发动搜查。基于侦查不公开，我们也不方便多讲什么，但是我们一定全力来配合检调的一个检联的一个侦办啦。宜兰收容所标出贪渎案，移民署表示，收容所会专程配合检方调查，因为调查无公开原则，对案情无方便加讲。按过劳动司牵涉不法，绝对袂暗砍。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送餐平台 Uber Eats 讲要用9亿5千万美金，甲台湾的副片达买落来，针对这高占市场的问题，公平会嘛表示，会针对市场集中甲未来定价方向来审查，先收集各界意见，再讨论看卖敢有标准。国内2大外送平台 Uber Eats 甲副片达对外宣布变故了后，各界伫关心2个外送平台占台湾外送市场的8成以上，万一合并案通过，敢会有市场独占的问题呢？这是立法院质询的焦点。餐饮业者的权益呢？餐饮业者的权益、消费者权益，还有外送员这些权益，都是并购方将来的交易相对人，所以这些权益我们都会通盘来考量。有关外送平台市占率，公平会会为营业业信用卡签单、订单数这3方面来做评估。但是评估案审查重点是以市场集中度结合了后，评估方定价的能力。合并案协同效果，也就是联合行为加市场效益这4个面向做通盘审查。因为这届是关系到消费者、餐饮业者也甲外送员因的生活权益问题。目前业者已经送交结合申报案到公平会，有立委是建议，若做通过评估案，一定得爱有附加条件。他们的抽成的比例，当做我们附带条件之一。并购方以后的交易相对人，包括餐厅、消费者以及外送员，将来彼此之间的这个谈判能力都会通盘去考量。你拿到以后多久？你应该先会有一个评估嘛，对不对？我们会看他资料齐不齐备，如果齐备以后就受理，受理以后30天的审查期间。30天审查之前，你们内部会有一个评估吗？公平会主委李美伫接受立委张启凯质询的时阵，捌承诺提供内部评估报告，一直到经济调委区议员提醒，未当提供公平会内部报告予立法院了后，则再一届说明，会提供作业进度对外说明。啊，毋过无评估报告，所来原来会搁开公听会来听各界意见，再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根据高铁的统计，自从疫情退去了后，去年一年有7309万人次来坐高铁，营收有到498亿，这嘛是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也对7月开始，高铁嘛要搁开始增加车班，拍算一礼拜会出1103班车。台湾高铁早起举行股东会，公司财报显示，去年旅运人次搁再创新高，全年旅运人次达到7309万人次，营收498亿，而且今年第一季旅运人次持续成长，逐工超过21万人次。7月开始会搁定期增加班次，这原是高铁伫疫情了后第4届增加班次。回顾去年7月，增加班次到每礼拜1025班，10月达到1039班，今年1月1060班，7月会达到1103班次。2023年日均运量来到20万人次，比疫情前的2019年每天多出约15000旅客。7月再度增加43班次，
届时每周总班次数当达1103班。营运各创下新高，股东会通过每一股配发现金股利1.02块。对有股东关心台湾高铁延伸计划，询问高铁延伸到宜兰进度如何？高铁公司是回应，高铁所营运的南港到左营，较早是 BOT 的方式兴建，目前延伸计划宽限伫交通部。我依然判断那个高铁的预案，但是现在进度如何？我们可不可以发请公司载南延啦、东延啦，或者环岛啦等等，都是属于国家重大交通政策，那是由交通部来负责规划研议。交通部如果有需要提供我们公司在兴建以及营运的经验的时候，我们会提供这些相关的经验以及数据呢，来供主办机关来参考。另外，部分股东也关心，针对政府2050净零目标，台湾高铁具体的做法。高铁是回应，持续进行碳卡热的盘查，也会调集专家推测相关的应用措施。另外，还会参照全球铁道运输业的做法，导入各项降低气候变迁加调适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这扣碳费到底要扣偌济，即马是也未决定。环境部长裴启明就讲，这碳费处罚可能就要等到8月底才公布。目前有先考虑先试算碳费，予企业做参考，详细嘛阁招各产业来讨论。报纸的标题写讲，为着要减扣碳费，新任环境部长裴启明表示，碳费是定嘛要收，敢讲碳费无要收钱啊。国民党立委质询时，问部长感觉甲碳费制度这台车驶出去咧？这个车一定要赶快开，纵使影子价格就是0也可以开。部长咧讲的影的介绍，款团表示，若顺伊甲解脱，应该是企业提出自主减量计划，实际减碳了后会当有优惠。不过款团也是认为，安尼碳费定价伤过低，不是一个有环境价值的介绍。碳费这个费率的价格可以比较跟环境的相关的价值比较有关，这样子不可以说就是为了急着上路，还费率就非常便宜，那根本是会让整个碳费这个工具完全失效的。后者指出，影的介绍实定的概念，就敢若是依照欧盟、韩国推动碳排放总量管制，要扣互组织，所以对企业核发免费配额。不过当年嘛引发款团批评，违反污染者负责的精神。这件事其实本身也是相当有争议，大部分这些国家在执行这些都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那其实近年来我们看到整体世界趋势是不断的在把这个碳定价价格往上提升。环境部搁再强调，碳费定价是由审计委员会决定。部长的讲法重点不是伫咧介绍。对费率这未定啊，那我们只是表达说，希望这个制度能够尽快启动。透早人伫行政院会裴启明以文字回应，伊强调迄段话件爱听完整，是讲碳费制度内面有真侪审核甲运作流程的细节，过来也未实际做过，希望会当量早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对去年的5月开始，不管是政坛、业界，也是企业等等，拢小连续爆发 MeToo 性骚扰的事件。今有超过40个妇女团体联合举办论坛，嘛指出目前的性平3法以外，实际上帮助受害者的相关定数甲管道拢未交全。伊嘛继续提出修法的建议。台湾去年对5月开始陆续爆发 MeToo 事件，无论是政治界、演艺界，还是民间企业等等，拢有受害者站出来指控加害者，引起社会大规模的讨论，嘛促成性平3法的修法。台湾 MeToo 运动未满1年，40多个妇女团体23共同举办论坛来讨论妇女权益和性平议题等等。或者是学校，或者是雇主在处理上，都还是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这种惯性。好，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修法之后，制度现在慢慢的到位。哈，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也实际落实这个 MeToo 的精神。哈，遇到性别的不正义、性骚扰或性侵害这些事件，可以站出来。妇女团体也指出，虽帮性平3法修法通过，不过法律以外有真侪事项拢也未交全。因也发现，侪企业拢也未建立协助性平受害者的处理定数。另外，在司法检警的部分，伊嘛呼吁相关人员着爱看到受害者基情的困境，莫伫咧司法系统当中，搁互因受到二次伤害。
蛮多的企业，它根本对于所谓的职场的性骚扰，它是不了解的哈。未来怎么去落实，让所有民众都知道，发现一些可能他遭到侵害的时候，他能够赶快的去第一时间来求助或反应，这是相当重要。在证据调查的法则上，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用比较宽一点的一个证据法则，而不是用所谓的刑事责任的无罪推定原则哈。希望在未来我们的主管机关在培训我们的相关人员的时候，相关调查人员的时候，都能够注入这样的精神。妇女团体表示，虽然 MeToo 事件带动社会关注性平议题，嘛开始为受害者有勇气站出来。不过目前伫咧处理性平事件实务上各方面都也有真侪爱改善的。妇女团体呼吁社会要爱认真看待，伊嘛继续提出修法的建议。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今年的6月初4，中国天安门事件倒满35年，民团嘛要照常办展览甲暗会。今年嘛要探讨香港这几年来失去民主的变化，和中国怀霸扩张的现状。一个主动战车继续赛的坦克人相片，和艺术家用鲜墨的色水重新呈现。今年6月初4是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这个关心人权的 NGO 团体举办展览，还有纪念暗会，和世界关注人权议题。64呢，早就走出从单纯关心中国民主的问题，从那个民主主义的角度我们早就摆脱了这个枷锁或者这个窠臼。我们现在是从普世价值，然后邀请全球关心中国霸权扩张的所有的人民、民族和公民团体，共同到我们的自由广场到自由的台湾，共同来维护人类这个拼搏几个世纪以来的普世价值。这个当咧中正纪念堂举办的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的艺术展览，收集台湾、中国、香港等等来自世界各地18个艺术家的作品，有画作、影像，各批评中国伫64天安门发动镇压的铁路条这款雕刻品。讨论的议题也为64天安门出发，延伸到香港反国安法这款人权运动，以多元的手法讨论各款人权议题。在香港回归之后，在大陆政权之下所受到的现况，以及他们过去曾经发生的过事情，以及现在我们台湾经历了转型正义，然后以及做到的事情，透过艺术家比较敏锐的观察度，他可以去将一些作品、一些当下事件的一些情绪，或是藉由他们的行动所表达出来。另外，今年6四事件35周年，这个民间团体6月初4会伫自由广场做伙举办纪念暗会，为东港下晡2点开始，会有民主基地的电影放映、民主市集、摆蜡烛这个活动，要纪念这段重要的历史。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英国首相苏纳克昨是雄雄讲要提早伫咧7月初4大选，外界就咧叫讲是因为目前执政的保守党逼出真济歹代，经济嘛继续咧歹，这提早大选恐惊是为着卖输甲受歹看。英国首相苏纳克自伫官月当年嘅南河做出重大宣布，被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大包饺。不过，伊讲话时阵，雨愈落愈大，愈来远港党放送冬瓜，代志只会变搁较好，也愈来愈大声。These uncertain times call for a clear plan and bold action to chart a course to a secure future. 苏纳克表示，这是英国选择未来时刻。不过，现实情形是，执政的保守党因为生活成本危机甲经济环境小贷，民调参数和在野的工党超过20个百分点，已经是经济所在选举。苏纳克强调，即马经济已经转好，只有保守党才能伫全球无稳定的时期领导英国，将国家交予工党，未来会充满无确定性。保守党执政14年，工党5年前失败了后，党魁施凯尔对党进行改造，将以前倾向左倾优惠中间路线，也普遍被认为会是下一任的首相。1, because we will stop the chaos. 2, because it's time for change. And finally 3, because we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rebuild Britain. 几啊个无愿意讲出名的保守党议员表示，英国经济情形未来可能会恶化，表示目前是选举的好时机。He's taken the initiative, which makes him look strong, bold. The economy
whatever he says is still fairly weak. Inflation has come down, but it's still there. It's also true, of course, that public services are in trouble. 苏纳克已经向国王查尔斯3世提出解散国会，得到允准，二是停止运作。30开始，就会有5礼拜正式竞选活动。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法国伫咧太平洋的属地新克里多尼亚，因为法国修宪和在地新住民冇投票权，所以引起原住民的不满，爆发抗争。如今法国总统马克宏嘛赶去当地了解，接见当地官员。要求赶紧和平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宏坐专机到法国伫太平洋岛屿的属地新克里多尼亚展开1天的访问，因为这个岛屿为5月13开始发生动乱，一寡商店互人抢劫，汽车互人烧毁，示威民众搁设置路障挡路，已经知影有6个人死亡，差不多280人互人逮捕。L'alimentation, car je sais que beaucoup de populations souffrent aujourd'hui d'une situation de grande crise. Soit que certains de nos compatriotes soient malades, soit que d'autres aient beaucoup de mal aujourd'hui à s'alimenter. Donc c'est la priorité aujourd'hui de cette visite. Nous aborderons évidemment les questions. 马克宏要甲当地官员、甲商界领袖会谈，寻求和平解决问题。法国国会13通过修宪，让住伫当地10年的人得到投票权，引起原住民卡纳克人烦恼，会无法度过领导，唔再发生动乱。法国当局正在考虑延长12天的紧急状态。这是新克里多尼亚40年来上界严重的暴力事件。过去新克里多尼亚捌举行过3届独立公投，拢无通过。寻求独立的原住民烦恼修宪会进一步下降支持独立的选民比例。当地国会议员嘛批评，政府应该都爱对动乱负责。Je souhaiterais d'ailleurs en liminaire transmettre mes sincères condoléances à l'ensemble des familles kanak et non kanak ayant perdu un proche. 顶礼拜以来，国际热的介绍已经大起13%，因为新克里多尼亚热的产量占全球6%。热金属是重要的工业原料，除了运用伫stainless 甲电镀以外，去年因为电动车电池的需要，变作真抢市。而且欧洲议会6月初要举行改选，马克宏当地说服选民支持伊的亲欧盟愿景。啊，不过新克里多尼亚这场动乱煞拍乱马克宏的竞选计划，予伊面临一场政治风暴。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转来看国内，讲交通部6月初1开始，花莲佚佗大休拢有补助，因为有饭店会先起价，县政府是强调，若违法调价销的，上当就要罚5万。为了鼓励游客去花莲观光，观光署6月初1开始要补助旅客平常时的住宿1000块，假日住宿500块。啊，不过烦恼有不法业者会趁机会起价，县政府推出无起价的政策，违反的人会依照法定观光条例裁罚，罚1万至5万。消费者可以在台湾旅宿网查询花莲的合法旅宿业，那如果他收取的这个费用超过它上面的定价，它就是属于涨价的行为啊。这个部分我们观光处这边会来依法裁处。县政府特别要求海区内旅宿业者共同执行，因为地动了后，花莲上界需要的旅客，若是这个时阵搁起价，会严重影响花莲的形象。我们也会在此呼吁我们所有的会员旅馆一定要配合，而且遵守这些相关的这个规定哈，千万不要因为涨价好而影响了我们等外界对我们花莲旅宿业的这些看法。住宿补助6月底要实施，不过差不多所有的业者拢表示，其实对消费者无啥感觉，因为大众对花莲安全也有疑虑，所以就算补助政策要实施，6月到7月的订房率降到4%。现在重点是在游客旅游信心的问题，那如何让他很安心的进来花莲玩，觉得花莲现在目前状况都 OK，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县政府讲，花莲除了太鲁阁国家公园受损以外，其他景点无影响，推出无起价的政策，只是为了保障消费权益。观光振兴部分会拍拼推出海岸线加唱国的观光景点，另外对于补助的申请，原来会严格管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马头山，自然生态多元丰富。正正就捌因为掩埋场的开发案引起争议，最近却又搁出一个光电开发的计划，搁再引起抗争。市府是表示，若业者无得到在地同意，就不准开发。反对毁山灭林种光电。
超过50个乡亲伫山路顶悬有布条啊，表达无愿意开发的心声。嘛，伫2018年成功将高雄码头山设工业变色场动落来居民，经过5个月，23再次出动，为的是反对业者的码头山信定1号供电厂开发案。14笔土地有11笔是在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带，然后又是在山崩与地滑地质敏感区。反团强调，55公顷的工地约定地，差不多拢伫活动断层顶悬，部分阁是山崩地质敏感区，并无适合开发。经发局4月底捌讲已经退回案件，但居民所收到消息，业者30阁要开说明会。我非常放心，但是这次我又失望了一下。国土绿网也把它变成是一个保育的轴带，也有一些指定的保育物种。那光电厂来了，为什么还可以可以去忽略掉这一些已经公开的资讯呢？高雄码头山有丰富的生态甲地貌，当地居民甲环团拢希望会使推动杀做国家自然公园，呼吁市府卖予业者入来开发，依法严格把关。市府要求业者应充分揭露资讯与相关规划，并持续与周边民众完整沟通，召开说明会。强调同款重视生态，经发局答应，若业者甲当地居民协调了后，居民也是无认同开发，未合法主管机关同意函。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讲到台中捷军攻击事件，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不过来看高雄捷军，目前有42组车厢，所以敢若有4组有装监视。机关就咧批评讲，若发生意外，这恐惊是未符应变。市长陈其迈也表示，已经争取到经费，今年全部车厢都会拢总装好势。即马伫高雄捷军车厢内面，常常当看到警察在巡，因为台中捷军的事件，高雄捷军也加强巡逻。不过目前高雄捷军40个列车到达敢若10个有装监视器，互高雄市议员不满。市议员戴炳甲伫当半前就8日巡过，迄当阵市长陈其迈有答应会加装，到达也未完全装好势。我在1年半前曾经要求市长说增加监视器。万一有什么突发事故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保障乘客的安全以及相关的权益。到年底都要42节，全部都会装监视器。市长陈其迈保证，年底全部列车拢会装监视器。不过民众想法无同，有人认为有运输的问题，嘛有人认为无监视器会足无方便。有警察伫个车顶，还是讲监视器这部分，我感觉拢是一个真好的做法，应该注意你四周围的状况，不是一直靠监视器。对，我不赞成装监视器。国际公司表示讲，当初去捷运的时阵，就想要甲全列车装监视器，不过拢总爱开2000多万。今年已经争取到经费，就想安装，希望9月正正会安装好势。42台列车也要拢装监视器的话，爱超过台票，爱超过2000万。即马已经，阮谈今年初，阮已经摕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经费的资源。另外，为着避免模仿的效应，目前高雄捷军警察队是2点钟一班，出动2位警察加强巡逻，互民众会当安心。记者钟义辉、柯昭荣高雄报道。电话消息，台南南区的盐埕图书馆最近发现讲有民众会专工摕大锅的去装免钱水，返去厝内，结果煞害到其他的人拢无水通啉。图书馆人员嘛表示，虽然讲已经有咧打广告叫人卖安尼，不过这效果有关是真有限。热天要到啊，真侪民众会去图书馆看册，顺续吹冷气，内底阁有提供冰水，互人入去就无想要走。不过最近台南市南区盐埕图书馆就出现一寡去遐，唔是要看册，哪像是专工去底水的人。牛奶瓶大部分的容量手提的大概都有2000 ml 嘛，如果拿个2瓶3瓶，其实它整个里面的储水已经用尽了，那我们的饮水机就要重新经过一个煮沸的制程来装就对了，大概都2-3千 cc 那种。一定有些人就会在这边就是把它水都弄光这样子。对，而且真的就是那几个，然后有时候杯子也不知道干不干净，都消毒，很可怕哎。其实唔但盐埕图书馆安尼，永康新图书馆总馆嘛出现一寡专工咧底水的人，民众甲苦劝，搁差一点爆发冲突，甲工作人员反映嘛无啥效果，饮水机顶头嘛只会当大个时旋倒。
大家来图书馆的时候，来用的啦，就需要再用的。如果你是说那个外面的人说拿回去自己煮的话，拿回去用的话，这样不大适当。我们是如果有看到这样的现象的话，我们官员都会向前去规劝啊，但是希望以后可以有减少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明明就是大众公用的物件，煞有部分的人使用的是无顾虑到别人。虽然饮水机无水了，就会赶紧搁行，不过嘛是搁要等1-2点钟才会用得。真正需要的人煞地无水，图书馆嘛只会当呼吁民众爱发挥公德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四草的绿色河道，真侪人拢真爱来遮观光。不过最近附近煞开始咧起大饭店，在地嘛惊讲会影响生态。业者是表示，因拢有照规定落去做，嘛加强环境保护。两名曾经入面海家当，人亲像伫咧树林内共款，遮项合作是台版亚马逊河的四侧绿色隧道，诚侪侪人来遮坐船啊看美景。不过有民众反映，即摆坐点船顶煞远远地当看到边仔咧起大型旅馆，因认为破坏原始的景象。其实旅馆起头要起的时，在地人赞声望带动地方发展。这种议员接到居民定情，惊在地生态受冲击。看到讲遐建筑物啥话，我拢遐济，即摆就较无像。原早呢，遐原始安呢。起饭店在我们国家级的湿地宾馆，造成咱环境甲咱生态的破坏，咱会要求饭店出来负完全的责任，让咱的四侧大众庙、咱的亚马逊河会当继续永续经营。建商迄阵啊嘛是有讲，迄个边啊要做迄个隔离的绿带吼。是毋是这个部分会当提早来做？这条有8栋历史的隧道，总长900公尺，生态真丰富。针对附近开发案的争议，业者回应工程拢照当初环境影响评估内容落去做的，嘛不会讲设计图本正就规划伫咧隧道迄边加强绿化，只是也未做好势尔。市府表示，除了会严格把关旅馆登记，到时嘛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勘。当地的居民还就相关单位有在反映，我们的进度会调整成绿色隧道那一侧的植栽，我们会先进行施作。我这边工地排程排起来最快，那乔木施作起来最快会落在11月左右可以完成。未来要向本局申请旅馆业登记，本局也会逐一核对相关许可应办事项是否都办理完成无误，才会核发旅馆业登记证。这栋占有6甲地度假船型旅馆，工程按算上紧来明年才会完工。市府强调，这是全台唯一的水上绿色隧道，会以生态登记发展做考量，因望业者会当兼顾地方发展，避免损伤到原始的环境。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队2007年开始，就甲别人管来旧电脑重新整理，甲电脑送去非洲、中美洲这个国家。今年嘛已经传好有170台电脑要送去肯亚，予当地学生囡仔来使用。肯亚学生用歌声欢迎台湾志工，清华大学国际志工，今年7月迄热，拢甲木质来的电脑送来到遮，互肯亚囡仔有电脑设备通好使用，卖帮学生上电脑课。I choose computer craft subject because I want to make my future bright. I want to make my future well, and I want to make through computer. I think I can achieve my dreams. 台湾志工指出，当地设备欠缺，过去老师上课拢是由老师操作电脑，学生围在边仔做笔记。不过学电脑无罔想要学会晓，确实真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同学去做一些物资的这个募集哈，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训练啊，让学生呢能够实际的去体验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把爱给送出去，怎么样去帮政府做国民外交。自2007年到今，清华大学拢总累积有超过700个学生，应用行动，把台湾的爱送到全世界，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好。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根据台大教授上新的研究，高温恐惊会造成慢性的腰子病，而且因为暖化，健康风险会对咧提悬。学者就建议讲，咱应该扩大热危害工课认定，定出保护措施，降低对劳工的伤害。日头赤影影，长期伫高温的环境做工课的族群要注意。
台湾大学环境甲职业健康科学研究所研究指出，上热有可能造成着慢性腰子病的几率增加。研究团队以中华的农民做调查，发现温度每升高1度，农民着慢性腰子病的几率就提高22%。也若即马暖化造成全球升温，互更较侪工课成做高温的工作环境，所以学者呼吁台湾的法规应该扩大热危害作业的范围，保护更较侪做事人。在台湾的法规里面，我们会呼吁，就是说，我们应该扩大去解释那个热危害作业，不应该局限在那种钢铁厂那种很传统的产业。像我们一般的营建工人啊，或者农民，我们更应该增加他们的一些保护的措施。一般来讲，慢性的腰子病常看到的是高血压、糖尿病等原因造成。但研究的结果发现，亲像做田人、工地做事人，以及长时间穿着防护衫的医护人员等等，就算无高血压、糖尿病，但因为长期踮伫咧高温的环境，受到热危害的几率是比其他人高。新竹台大病院家医科的医师指出，非传统的腰子病伫咧临床上确实真歹诊断，所以民众若是因为天气热、温度高，感觉无爽快，上好先离开高温的环境，补充水分来降低高温对健康的危害。只要是避免热伤害的话，我们都有2个层面，一个就是要注意这个要避免核心体温的上升，那就是可能工作一段时间需要休息了，就是要避开这个热的环境。那第2个就是说要补充水分，要这个避免这个脱水的风险这样子。不过医生嘛建议水分的补充应该避免甜的凉的。专家讲，研究结果指出，有糖的饮料会对腰子的功能造成更较大的危害。白滚水或者是无糖的仙草，会是更较好的选择。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子宫头癌是咱台湾女性着癌死亡的第8名。卫福部表示，子宫头癌早期是无啥物症头，不过若是会当提早体检治疗，5年的存活率就到9成。或30岁以上的，每3年都要做一届检查。一个50多岁妇人人因为惊做内诊，前到搭毋捌做过子宫头抹片的检查，后来补一届会诊，去领3个慢性病药单的时阵，医师甲伊考抗，伊总算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有各样，经过追踪是子宫头癌癌症病变，加在有随做治疗，病情并无恶化，才保掉伊的性命。它是 CIN3，也就是重度的癌前病变。那癌前病变，尤其是在重度的呢，其实是有一定的机会，有可能会。如果不处理的话，有可能会继续进展成侵袭性的癌症。医师表示，子宫头癌是妇人人接看的癌症之一，大部分是经过性行为去感染到人类乳突病毒 HPV 所致，潜伏期会当到20年，而且早期并无症状，嘛较好发现。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在民国111年，有600多个妇人人因为去治疗子宫头癌来死亡。也拿子宫头癌嘛，正做女性癌症死亡率第8位。若会当早期体检治疗，5年存活率有超过9成。便若拖到尾期，5年存活率敢若剩2成2。90%的女性希望在国中时代的时候都能够接受子宫颈癌疫苗的一个接种，到了去年已经高达91%的一个接种率。国健署强调讲，咱国呼应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子宫头癌的目标，呼吁30岁以上的妇人人每3年至少要做一届公费子宫头抹片的检查。另外，嘛持续推动各中的查某学生注公费的 HPV 疫苗，目前评估女性自的效益较大。未来会参考外国的经验，再搁考虑敢是要扩大到各中的查甫学生公费来做，来降低癌症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有149年历史的中华罗厝天主教堂是中部上早的圣堂，教堂阁保留19世纪的天神经罗马字的经书。教会嘛希望会当透过这寡文物，让大众会当了解传教的历史。中华埔心乡的罗厝天主堂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中心。1875年由5万户神父到中华埔心的后壁厝传教。1877年起的第一代罗厝圣堂因为被火大地震倒去，不过迄时阵教堂用的天神经依然完整保留落来。教会表示，迄时阵百姓日常生活拢是听经声来进行的。做早起要做早课，神父敲钟的时，伊就去田里做工课。中昼准备做中昼有课的时吼，伊就当来厝食饭。暗时啊吼做完课，伊就啥讲爱休困吼。所以这个真正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老百姓生活的一个根基。
除了59世纪西班牙神父载来台湾的天神经，还有台湾天主教第一个印刷机的印刷本。1927年，罗马拼音的古乐谱、古乐器，迄时阵除了用音乐来传教，也伫喜事上书来演奏。相传这是台湾成立头一支西乐队的所在，史上面也是伫遮发展出来的。哈各地咧，是我的职工吼，已经95岁啊。嘿，伊拢爱出乐队，就是头拄仔讲，无论是过往的做喜事的，拢爱需要这个乐队。啊，这个乐队吼，尾啊演变到最后，变做女子西乐团，吼，就最团安尼。啊，不过伊的基础是对罗厝这边传出的。教会表示，罗厝天主堂是中部地区上早期的圣堂，保留真侪台湾天主教早期传教的史料甲文物。目前1908年起的文物馆在征收，伫这文物暂时选去展览式展出，小可工程按照明年初会完工。到时阵，希望会透过完整的展示，互大家了解早年传教历史甲人民的生活模样。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28度，中部地区26度到31度，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1度，外岛地区20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草草戏剧节16岁。